面對基層警察勤務已經做反責，不過議員蔡淑惠在總日巡卻爆料，經營汽機車一旦因為公務毀損，關鍵也需要面對龐大的賠償壓力，甚至也需要對外向警友會等單位募款。議員強調這是存在事實，無需要局長辯解。希望在伊32黨的中正生涯最後一擺總質詢，要求警政單位一定要建立完善制度。執行公務的當下，警車、機車、員警發生的擦撞、車損，不應該求助於警友會來資助。我這樣講對不對？當然，我們盡量在體制內來協助啦。我們一定會盡量來體制內協助。當然一定要體制內。對，我一直在懷疑，是不是體制太複雜了，讓一些員警甚至分局長、局長，你們都覺得說用體制還要寫一堆報告麻煩。那警友會、消防資友會可以給我們一些資助，好你有順便康。就來處理就好啊，我免寫人一報告啊。應該不是安尼啦，袂使安尼做啦。局長，講實在，是。局長，是。我有答應朋友說，絕不在議事廳裡面把它講得很清楚明白。但這個事實是存在的，這是存在的一個事實。你莫甲我爭，你嘛免甲我辯論，這是一個存在的事實。我袂直接黑白講話啦。是。只是我希望講，佇我可能。第32黨的從政生涯，這屆是我最後一屆總質詢。我希望制度做好勢。8連霸議員蔡淑惠講的伊是最後一屆總質詢，正是因為受涉嫌詐領助理費議案影響，未閣再參選，嘛互伊感受政治的人情冷暖。特別是當司法告一段落，伊親自送伊後生去警專就讀，互伊再次看見人生希望。會中伊感謝歷屆5任市長甲官員的協助，嘛請選民看見官員甲民代努力，更希望未來制度是愈來愈健全，互台南更較好。台南新聞，阮籍張素維採訪報道。